兄姊妹，讓我哋知道今日係啊，佢哋受浸歸入基督唔係一件偶然嘅事，係神揀選嘅事。係啊，主祝福佢哋，讓佢哋咧進入一個新嘅階段，佢會看見主有更多嘅豐盛、更多嘅祝福喺佢哋面前。這天同聚於主聖殿，我數説我主恩典，他的聖名來使我完全。會進行灑水嘅儀式嘅。Uncle 咧，俾多啲掌聲佢，因為今日90幾歲係90幾啊！所以信耶穌係唔分係咩年齡，係啊，只要信跟就係啦。好，既然你阿黃建華弟兄，既然你已經對耶穌基督宣認佢係唯一嘅救主，並且決定一生一世跟隨佢，我而家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，給你施浸。